反制罗西亚北韩战略合作协定，南韩宣布考虑赞助乌克兰致命性的攻击武器。沙特阿拉伯圣加美加6月14展开朝圣仪式，当地高温超过51度，高达1000人热死。观众朋友大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陈吉安，邀请大家点台湾看世界，用台语来了解国际台。新闻一开始，先来看罗西亚总统普京访问北韩，甲金正恩签战略合作协定，讲若国土受到侵略，这双方会当互相支援。南韩为着要反制，就讲考虑要赞助乌克兰致命性的攻击武器。美国嘛讲会大声甲爱国者飞弹提供予乌克兰，也袂互咱台湾的武器敢袂个拖。美国是回应讲无影响。罗西亚总统普京最近访问北韩，和领导人金正恩签订全面战略友好协定，内容牵涉共同防御，引起南韩抗议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对北韩制裁决议。各讲要改变干那提供救急药品等军事物资的做法，考虑援助乌克兰致命武器。And I would like to emphasize once again that any direct or indirect assistance or cooperation that enhances North Korea's military capability is a clear violation of the multiple UN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s. 普京讲，南韩安尼做是重大错误。伊讲，根据罗西亚和北韩签订的协定，军事援助会伫任何一方遭受侵略的时候发生。罗西亚并无请求北韩支援对俄的战争。两国的签订条约是为了防止朝鲜半岛的危机升级。В соответствии с договором, который мы подписали, возникает Корейской Народно-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не планирует, а значит боятся наше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в этой сфере происходить, но тогда и мы тоже будем принимать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ие решения, которые вряд ли понравятся сегодняшнему руководству Южной Кореи. 另外，美国嘛决定禁止罗西亚企业卡巴苏基试验开发的防毒软体。美国商务部透过一份声明表示讲，经过调查发现，罗西亚政府可能透过卡巴苏基的软体来偷摕佮利用美国电脑的敏感资讯，造成国家安全的风险。那卡巴苏基公司是否认和罗西亚政府有关系？公司新闻牛眼编译。肯亚总统鲁托讲，为着卖予政府一直咧了钱，宣布一项大规模的加扣税计划。就讲你若是要买一块胖来食，就要扣16%的税金；去加球嘛爱加扣16%。不过这是造成百姓不满，各大城市都有大地人咧抗议，即卖已经超过300人被警察抓起来。肯亚的Z世代透过社群媒体串联所发动的全国性抗议行动，20日首都奈洛比、基苏姆、蒙巴萨等几落的城市演变成这激烈的警民冲突。警方对示威的民众发射催泪ga士赶人。另外，国会伫咧这一天也对2024财政法案进行二读，命伫议场以204票赞成、115票反对比数过关，而且三读了，法案就正式实施。Bill was a disaster. This bill is assuming that the Kenyans' tax rate should move to a higher rate regime, which is not comfortable for this country at all. 肯亚5150万总人口内面，有1/3拢是善家人。总统鲁托为了要解决财政赤字，所提出的大规模征税计划。3顿要食的面包、食用油、流珠啊、汽车、医疗、太阳能，拢伫咧扣的范围内。正像是面包要扣16%的征达税，就由产品征达税自8%提悬到16%，估计国库会当有27亿美金的收入。For someone like me, I just completed campus the other day. No job, there are no jobs in this country. Then you still want to tell me by the time I'm getting to 25 years, I have to pay 300 shillings just because I'm a Kenyan citizen. It doesn't make sense for me. 因为民意强烈的反弹，执政党的议员18甲鲁托进行会商，伫会后宣布取消16%的面包征达税，2.5%的汽车税将会由保险来代替。对无环保的商品所扣的税，将会只干那针对进口产品来鼓励本地生产。但是反对阵营讲，规个法案是天发性的，希望全部拢撤回。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
印度即马是有真侪学生伫咧街头咧抗议，讲因为最近咧办的大学考试甲医科考试，甚至是学校人员的招考，拢互人怀疑讲这考试的题目有可能性泄露出来，因是批评讲这考试局应该废掉，要求政府严格调查。考生跪伫围栏边仔大细声抗议考试无公平。印度学生仔第20愤怒上街抗议，因为拄则考煞的NEET 202入学考试，甲大学教育招募考试，拢传出泄露试题。202的考试甚至出现几千人得到无正常的卷分，60多人摕到满分的无法律状况，互用讲想要读好校的学生气到要死。हमारी डिमांड है सुप्रीम कोर्ट की निगरानी में यहाँ पर इंक्वायरी हो, एनटीए को डिसबैंड किया जाए, सारे अधिकारियों को बर्खास्त किया जाए। पैसा लेके हमारा भविष्य वापस कर दे धर्मेंद्र प्रधान पैसा लो। 抗议学生国也加钱，考试目的政府无法度维持考试的公平性。再当是批评讲少年人事业愈悬，感觉无未来，佫无法度用考试来找到机会，这是引起大家生气的真正原因。The youngsters in India simply have no way through. And it's not just an educational crisis. It's a crisis in pretty much every sphere that we are facing. 面对公众的抗议，印度教育部第19宣布讲，大学教职人员的考试要重新举办。另外，202入班的备段已经交予警方侦办。This question leak is a institutional failure from NTA. That's why we are assuring you there will be a reform committee, action will be taken. 这是印度国会改选，总理莫迪第3届连任了后，头一个拄到的政治危机。不过，伊目前依然对考试的备段问题保持严正。印度最高法院会伫7月初审理202入学考试相关的请愿，针对考试的结果是不是会成立，敢有需要重新举办做出决定。公视新闻徐婉玲编译。同款是伫印度最近发生有真侪人接到掺着甲醇的假酒，这尚无啥4人死亡，900人送病院，而且这患者的状况是一直咧恶化，这死亡的人数恐惊会去增加。因酒厂人员和相关的官员是拢已经被逮捕。死者的家属伤心，受伤的家属正担心。救护车、医生甲专家拢赶来遮那库里奇，也就是假酒事件造成真侪人死亡的地区。官员讲，一开始就有几个人老巴肚胃疼去看医生，尾后有愈来愈侪人带去死亡。29 is confirmed dead. 印度媒体报道，塔米尔纳多邦首席部长史达林表示，这款死者拢是啉着掺有甲醇的酒，因为真侪病人的情形即马愈来愈恶化，估计死亡人数也会增加。所击手工厂的涉案人，也个17个官员拢已经被逮捕。伫印度，因为三家人无钱通买政府授权的业者所寄的酒，拢是去买介绍家属私底下伫咧寄的酒。这款非法的酒利润正悬，常常拢会加杀糖剂这款化学物质，增加酒精的浓度。若是出代志，每一笔的死亡人数拢真多。2020年，北部的旁遮普邦就造成120人死亡。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也讲到沙地阿拉伯圣城麦加6月14是展开朝圣仪式，不过当地高温是超过51度，到达是超过1000摄氏。有媒体就讲会造成这种原因，就是因为这届官方有发一张通行证，这张通行证或者是讲许可证是限制伫咧5月23甲6月21这段期间，你会使去到圣城参加朝拜。你若讲无申请，就袂使入去。连这边有咧喷的水、甲雨伞，甚至是因官方闸顶有冷气，要互信徒来照亮的这布边啊，拢袂使入去。有真侪人是专工咧来，煞是拍几工，又搁客袂入去，现就昏倒伫咧涂骹。要来调近的民众为人举雨伞，天花顶有水管喷水降温，大家拢用各种方式，就是希望卖脱水着伞。因为沙地阿拉伯伊斯兰圣城麦加温度升悬到超过51度，或者是开始的调境仪式，有来自10个国家的参加者，超过1000人，因为挡袂了这么热的天气热死，而且死亡人数恐惊也会增加。
وربنا يكتبها لجميع المسلمين يا رب ان شاء الله. بالنسبه للحر احنا بنتغلب عليه بالميه معانا والعصاير عشان الحر والجفاف، ونحمد الله الذي هدانا لهذا.有的人一直啉水提醒夜风，也有工作人员一直替大家喷水降温。被热死的人内面是以埃及658人上多，其中638人并无正式登记，所以无法度伫咧有空调的布棚内面休困。埃及总统下令做危机小组，对这边死亡事件，包括非法安排行程的旅行业者，甲人等的无管的行为进行调查。条经是穆斯林的5公之一，身体若健全的穆斯林，一世人规定至少要去卖家条经一遍。条经的时间是照伊斯兰的阴历来决定。今年正拄好是山谷天气上热的热天，学者警告讲，若是无采取行动，以后调成的时间，若是搁拄好是热天，将会真危险。But at the same time, we must do climate action to stop the global warming at 1.5 degrees centigrade. At anything beyond that, I mean, we are putting those pilgrims at the risk of death. 这几年来去麦加吊城发生过几多变灾难。最近的一遍是2015年，迄当阵用石头拱死魔鬼的仪式期间，发生人打人的吞塔事件，造成2300人死亡。公司新闻郑伟林编写。全世界今年的热天拢总是小好缺，毋但是拄则讲到的沙地阿拉伯，搁像美国、加拿大、希腊，搁巴尔干半岛、印度遮的，拢总是逼出高温，发生有人热死事件。直直破纪录的高温，让纽约市民有机会就走去有水的所在。根据美国媒体引述的气象资讯，北美洲这一波的异常高温，集中在东北部新英格兰地区。若国界另外一边的加拿大，包括安大略、魁北克、新斯科迪亚等几个省，嘛拄到这一波高温的侵袭。学者讲，温度若超过40度，咱人的身躯会有更加大的风险。The organs of the body can start to fail, or at least start to work less optimally. The reasons for this can be what's called protein denaturation. So proteins sort of start to, their shape changes and some of them will start to pull apart. 当咧接待上百万美加掉进穆斯林的沙地阿拉伯，根据报道，目前因为异常的高温来死亡的人已经超过1000人。事实上，咱人是幸运动物，咱体内有家己调节气温的功能，也就是咱伫咧烧热的天气一定会流汗。Sweat works by using a physics hack called evaporative cooling. It takes quite a bit of heat to turn water from a liquid to a gas. So as little droplets of sweat leave our skin, they pull a lot of heat away from our bodies. When the air is really dry, a little bit of sweat can cool us down a lot. But humid air, on the other hand, already contains a lot of water vapor, which makes it harder for sweat to evaporate, and we can't cool down as well. 这也就是担心湿热的天气，咱人着衰还是身体无爽快变低，会增加的主要原因。公视新闻徐嘉玲编译。继续来看欧洲的西班牙、葡萄牙、伊比利半岛的所在，有一种特有的大山鸟。来详细看伊的形，伊有白的纹斑，耳仔长尖，上界明显的就是下颌甲喙皮，拢有细喙手。过去是因为咱人甲掠了受超过，生态地受到迫害。伫咧2001年时，险啊就要断种。加在是由当地政府甲保育团体拍拼，伫咧2015年时，成功有第一批人工拍种的出世，到即马数量已经有到超过2000只。那对于国际上断种程度的分类，嘛慢慢爬起来，对极度危险慢慢去降去可能会断种的程度。这一路行过来，开要20年的时间，嘛总算是获取有成。目睭金国国一直看到头前的目标，上阵时机向前界加落去。小青大山鸟的伊比利亚猞猁，最来界就是伊拄则掠来野兔啊，准备要食。经过几多年的努力，共要绝种的伊比利亚猞猁数量由2001年的62只，增加到即马超过2000只。国际自然保护联盟这礼拜公布的上新濒危物种红色名单，就将伊比利亚猞猁自濒危刷到易危。表示保育计划有成功。They set up conservation breeding programs. They set up lots of work to try and improve the habitat of the species, improve the mosaics and the agricultural landscapes that they live in.
They also looked at how to address the issues with the declining rabbit and how do they get the rabbit populations back up again. 伊比利亚设地是伊比利亚半岛的地球证，一直到19世纪，西班牙加葡萄牙也是常常人看到。不过，伫咧因的栖地被破坏，人类大量捕猎，互因强要绝种。2000年代，西班牙、葡萄牙两个国家拢成立保育区。伫即嘛，伊比利亚设地的栖地面积只有3320平方公里，是20年前的7倍。不过，专家讲，这款大山鸟也未脱离危险。We also worried about issues with climate change, how the habitat will respond to climate change, especially the increasing impact of fires, as we've seen in the Mediterranean in the last year or two. 自2019年以来，有超过400万只伊比利亚设地被放登去大自然。不过，气候变迁的问题是这么新的挑战，专家也继续伫咧修订保育计划，就惊讲这么有成果的保育计划佫会失败。公司新闻两岸编译。若是讲到《哈利波特》魔法的世界是已经请超过20年啊！伫咧现实世界，作者 J.K. 罗琳伊的创作来源就是伫咧苏格兰的爱丁堡，即嘛是规年冬天拢有一大批民众专工来遮雕塑来观光。相关的教堂、蒙阿波，甚至是学校、商店、甲写册、咖啡馆，到达拢也是人客人。伫出发之前，手验魔法拐啊，吹念咒。有一个游客先雨伞做魔法拐啊，哈利波特经典导览团的导游穿魔法袍，满学院的暗棍，带游客去苏格兰爱丁堡 J.K. 罗琳创作灵感的地点。Even though it's 13 years since the movies have been made, Harry Potter's still a really strong aspect of coming to Scotland for many, many visitors. So we had a recent visitor survey which showed us that 1 in 5 people want to come to Scotland because of film, television or literature. 非修斯教堂墓园边仔乔治赫里奥特学校自建立要4个角，拢有一座塔楼。传讲这4座塔楼就是霍格华兹4个学院的发祥地。而这座墓园内面上名的墓碑汤姆瑞斗的名，就是 J.K. 罗琳伫咧创作大反派伏地魔时阵获名的灵感。有真侪游客拢伫遮翕相。因为这间大象咖啡馆伫爱丁堡也真红。听讲单亲妈妈 J.K. 罗琳迄当阵伫咧创作的时阵，因为手头较红，常常拢是伫咖啡馆内面点一杯咖啡，坐喺内面创作写小说。大象咖啡馆就直接伫咧门口写《哈利波特》发源地。因为想要翕相的游客实在太多了，所以业者就提供捐1英镑，就让入去内面翕相，收到的钱会捐予国际儿童组织。I've been a fan of Harry Potter for a long time. My daughter and I used to read all the books together, and I love all the movies as well. So when I came here, I thought it'd be fantastic to do the tour. 虽然落雨，门口也是真侪人排队，要入去这间卖哈利波特魔法商品的主题商店。入去内底会当开40英镑，差不多1600台票买一支魔拐啊，或者是239.99英镑，差不多台票9900买魔法界3强争霸赛冠军魔拐啊组合，甚至是560英镑，台票27000买限量版的角色红啊。My daughter is a big Harry Potter fan. She's about 9 years old and read all of the Harry Potter books just this last year. So when we were coming to Edinburgh, we knew this was something we had to do. 伫伦敦《哈利波特》拍片的片场，自2012年开放到即马，已经吸引超过1900万位游客。算算的伦敦附近的景点，一张票只少53英镑来算，已经互伦敦赚超过10万美金，差不多是320万块台票的收入。不过这几年 ，J.K. 罗琳伊反对跨性别的言论引起争议，互伫爱丁堡的真侪粉丝感觉这款话互因真伤心。公司新闻新乐培编辑。泰国的同婚合法拼了10几年啊，总算伫这个月6月18通过婚姻平权的法案。加做台湾甲尼泊尔了后，亚洲第3个通过同婚法案的国家，上今年底就要实施。也戏出方面，因为政府嘛有带头咧支持民间去拍同志的戏出。不过学者指出，这戏出镜头拢掠甲真水，真有理想。不过这毋是即马同志朋友真正的处境，因为同志平权也需要继续拍拼。泰国女同志戏剧2个主角 Free 甲 Becky。因2个用真古锥的姿势来翕相，后来参加见面会戏迷，大概是真欢喜。
因主演的恋爱喜剧安排浪漫的情景，充满幸福的气氛，嘛因为安尼增加真侪戏迷。描述同志恋爱 Boys Love BL 喜剧，上早是以日本60年代漫画查甫甲查甫恋爱为主要的剧情，大部分主角拢生做缘投佮斯文，暧昧甲浪漫的情景互相交织，得到真侪女性观众的心。故事的上高潮是这个主角总算了解对方对家己的感情，也有古锥甲亲密的举动。在泰国 GMMTV 的新剧试映会，这个片段是互观众看到大声发休。这几年 BL 喜剧的产量在泰国是快速成长，为2014年到2018年产量是19出，光是2021年一年就拍29出，2022年是直头增加到75出。会当发现，在疫情的期间，增加的幅度是真明显。理由是因为封锁的期间，大家踮伫厝里的时间较长，社会局势不安造成心理的压力，民众需要消除压力的出口。People didn't have anything else to do than, to sit at home, watch Netflix, watch YouTube, and, at some point, you've exhausted kind of like what Japan offers. Like, there's usually only or there used to be only maybe like one BL drama on in one season. 为中国来黄冰冰，5年前看到泰国的 BL 喜剧《不期而爱》，全呢看到掉泪。看到喜剧内底的主角，因发展爱情的过程，互伊感觉压力会当逃亡。而且伊真期待喜剧内底下性别的恋情，社会呈现和平的气氛。后来伊归去搬去泰国生活。我觉得泰国这边是一个包容性很大的国家，然后不管是什么性别、第三性别啊或怎么样，然后他们不在意这些，就是觉得这都是自己的事情，然后比较自由自主。BL 喜剧在泰国影视文化外销是占不了侪，在当时有关是禁忌的保守国家是引起真大的讨论。包括中国、印度、印尼、甲马来西亚，拢有真侪查某戏迷，连 BL 的起源国日本嘛同款。华语名号做林义凯泰国 BL 喜剧查甫名称 PP Crit， 就借做东京一间地方布置的主题，侪戏迷去遐行搭，希望当近距离感受喜剧内底人的温度。因那 BL 喜剧是包装完毕的商业产物，无法度反映同志族群真正的社会处境。It is an entertainment media. You should not expect something realistic. Sometimes the life of gay men in Thailand tragic, have like family problems, but no one want to consume the tragedy. 泰国是亚洲国家内底对同性相对包容的国家，不过同志族群要是承受人无共款的眼光，就连主演 BL 喜剧演员都受到牵连。就算 BL 喜剧无法度完整呈现同志伴侣受到社会歧视的眼光，不过剧组要是希望透过文化会当慢慢产生影响力，豆豆改变社会对同志族群的观感，认同同志嘛应该会当有爱、甲婚姻的平权、甲自由。BL ด้วยเพราะข้อหนึ่งคือเราโตกับ BL เราเห็นถึงช่องต่างๆของ BL ว่าช่องเหล่านี้เราอยากจะส่งเสริมในเรื่องของความเท่าเทียมทางเพศเองความเท่าเทียมในเรื่องตอนนั้นจะมีเรื่องของสมรสเท่าเทียมด้วยอะไรเงี้ยครับที่เราอยากจะส่งเสริม公司新闻刘小芬编译。感谢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职安，后礼拜一咱再会。